下囤药糖嘅设备，佢哋會用到人造砂一種材料。喺台中新沙生產人造砂30年嘅朱清良，唔單止以研發創新，也多年來還將人造砂對使用提升到工藝嘅層次。佢多作品看起來都像係象牙、花砂、琉璃一道，像人嘅真嘅樣嘅。羅粉生錄影站帶大家去看人造砂嘅生產過程，韓國朱清良用嚟研究以人造砂嘅異想世界。廠房地板，工作人員無限定鋪分了，還能用小米員，將會同時間走上腳。做天一邊的些啦，咱之前一邊都就做日前，兩個做天一前，而家有時間先，30分鐘都做起。又係連醬，又係鋪分，唔知間人還留到喺呢間高店工廠關店愛出貨，其實竟係做咗人造砂。用人工、用手工去做飾品。咧中間一天我有一個成分，就講手染嘅成分，我做本佢當像天然色，甚至講超過。圖書紙地板加入專業嘅人造砂粉，調出適當嘅濃度，等佢走了後，就會入啲人造砂板。呢個技術傳到台灣，已經有半世紀研究。所以兩邊都一樣啦，難怪阿高他那邊今天調的那個料比較多。30萬年前，朱清良就到台中新社寮拍手作五開設人造砂工廠，專門做日常生活用器。用到廚房，用到按細型間的個洗面台稱多，按個力量部分。較無按注重講一天我做到發錯，做到動漿，做到變化動多，所以講是得用機器化。最近幾年，工廠嘅生產大部分沖洗手工，透過呢個方式，本人造砂嘅發錯就像石化。朱清良講，冇看得到人工按摩，當像青菜鋪分一樣，其實也係需要真功夫。跟咱做有10年以上，一天我就按你用的資歷做就研究，修理這樣做得上。經過組裝，你就會平常看到嘅洗面台，上色看哦，同一條夾碰蔬菜小片。這邊要打掉，它這是半圓形的嘛。半圓形的要裁掉，這邊要準確，42.5，要準確，要兩邊合起來的。要跟這個等於講兩粒接起來。跟這個002的，002這張這邊接的，接了變圓形的。你規批有幾多了？很多。到朱清良嘅工廠地板。將人卡嘅主文單嚟做，係目前嘅生產主力。因為睇到社會嘅變遷，之前嗰種規格化嘅量產已經越來越少。民國70年嘅時，當然建築業當發達嘛，所以講今晚大量生產燒油路，也無上很多。到了10萬年來，環境變化很多，所以講，我哋做設計師嘅訂單，賣做嘅啦，困難度當高啊，你看訂單，我哋都提經改變。工廠生產偏向嘅改變，反映出社會嘅建築方向同需求。另外，台灣嘅人造砂產業，同世界上係有重要嘅地位。20年前嘅時候，有一個客戶來台灣，佢有問我嘅問題講，原來有幾多間工廠？我哋講，我新社莊有5間，嗰係20年前。我問佢講，歐洲按多國家有幾多間？佢講有2間。可見喺台灣嘅創業精神同全世界有不同嘅所在。另外，
台湾烟草车嘅品质也系有一定嘅水准。就以朱清良嘅产品来讲，作为进到市场上，当受到欢迎。来参加当多展览，当多比赛，证明讲国内国外，包括真多台湾的个工体的实质，怎啊做到当，甚至卖比天然石较贵，敢若一点，卖比天然石较贵一点，就证明讲东西吞入无共款。要想到讲，我做来其上啊，就是因为人错车使得发挥真多的产品，做比像真的人、真金的上啊，你当然就是说，个技术和地图，得记个亲手做，所以系全世界唯一的一支安尼。同人错车对使用提升到工艺层次，朱清良实在讲系业界第一。除了了解看起来像正经嘅上啊。还有发色也是在透过人错车呈现，无论是黄还是老海，莫讲还会留到系呢个博物馆嘅展览品。另外，只有艺术感嘅就会来到仿琉璃作品。唔咩，你系人错色，你唔咩琉璃，唔过唔看起来当像琉璃，系因为咧底度当多工艺，当多经验同底度，所以讲看到当多咧笔纹嘛，物解安尼。朱清良讲。利用做人错车嘅原理打造各种工艺品，最困难嘅就系要了解颜料特性。同时，因为每一件作品嘅花草拢无相款，所以佫系有其嘅艺术价值。系，你系世界趋势啊！吼，环境都变讲去听我做多样化嘛，所以讲咱们许多了解趋势投行，当上个做同配啥无相关嘅东西，所以讲唔是在看到咱嘅东西市面上绝对看无。规生人拢同研发人错车，佮加同本来只有生活用品嘅素材加添文化元素，创造出无限嘅想象同可能。朱清良用人错车开创自家嘅事业，也用其记录人生。人错车因为其时代真多变化啦，所以做真多产品。安尼对于一个人的人生来讲，时代有当多的成果。这个成果就讲，行动擘个改团，就就擘个新的产品出来，掠过的过程当有成就感。喺盆景艺术地方有一种很多工业土建，一种花喺日本系5月的开花，日本讲5月系工业，故所有一个名嘅。工业土建青苔嘅特色，都系墙头会开几多种色的花，因为一类花还开得出无穷样的色道。30年前，台中山上地区嘅民众开始创业，经过很多年嘅研究，已经使得自家繁殖适合喺台湾生长嘅新品种。更加一群有穷样兴趣嘅人，希望使得将工业土建推广做中台湾盆景嘅代表花。木柱头前你得唔系花，就系溜入界花园度，花有缝有拍。详细看下啦，要到行嘅日头就有2种花色，甚至跳日头有4种颜度。你系咩接出来嘅？系透过教花所产生嘅变化。有2种色眼睛之安尼，你缝啊，你拍嘅，你缝去夹过啲缝啊，啲嗬，你拍嘅夹过缝啊，啲嗬，夹咗一个字，之外呢就种了，还之外个生起开花，只有2种色咧。花色变化丰富，是得日头单色、日头棕色、日头基亚色，佫还有一类棕色、一类基亚色，同时深浅无相款，五彩缤纷。这就系工业土建青苔嘅特色同声音嘅素材。佢哋因为有啲嘅基因嗬，佢哋基因會像一年嘅血液一樣嗬，呢行動物嘅基因其實行動物嘅花呢，比較黃啊，交配拍啊，佢出來要拍啊，要黃啊，嗬，甚至於要黃同拍啊。正常嘅土建花按照工业土建，
本來係新疆頭中國大陸，每下搶到日本本人發揚光大，同盤依家要熱天嘅體會。也就建議本人叫做5月開發，按照9月就5月開發，就講一年氣候熱，一年做4月開發。台灣開始種工業土建是在講將30萬年前，目前攏係對日本引進、過後過改良同反切。很多新人從過去日本遊覽時，發現到這個高葉非常正。所以講將土地採購過來，自家個發展。所以講，你喺台灣咧，個高葉變做自家有自家研究嘅個種類真多。大概10頭插10幾來講，因為看時節啦，像兩時節。夏季時節就差不多，按照6月、夏月的時節差不多。10頭38頭，等於38頭。用設計也是在反切工業土建，同時成功率還唔滿難，可以研發出好品種，業者就會用這種方式增加數量。因為277，目前這線冇法度控制佢轉版。玩落去一樣要做戲，樣有戲。同日本嘅盤建相關，工業土建也係要用沿線操線，同時對石頭就會開始進行。兩個加上人看兩個啲子超重量，不差唔多1個月，你開始就生牙，就生牙。兩有3個月、3、4個月已經都卜出來了。就要按的，差不多有2年了，就按的。外灣盤嘅土建，天出愛同見證過，因為睇到嘅插件對以後嘅成長無天出好。灣盤你。見到剪刀台，見到剪刀台，那個垃圾你要剪台。就像剪片條那麼愛細條寬寬，細係當重要嘅一步，希望睇到嘅插節才係簡樸吸收。灣盤變解無意義。佢先拍喺入門，空跳啊！國家業是安尼，熱條配料，同時變上水草，呢條土建就熱了鮮活。一盤中嘅叫做灣盤。你安尼淋水唔落就辦呢？差唔多時間要叫啦。大概那種呢款呢，種呢款只有4年，種陽明3年只2、3年。因為兩種啊無，你小塊那個種啊咧呢今係台中市工業土建協會嘅會員，平常攏會共下交流栽培心得，本件感覺真驕傲嘅，就會嚟到人嘅用心改良，已經是在種出同日本無相關嘅品種。以前買日本塔麻條，跟日本氣候無相關，而講出蟹用台。拿過來就變做講下擺種，我哋將就夾個種，夾工廠啦，夾到長夾筍你就少年台灣嘅攞啲嘅血統嚟用。把款交配出來嘅花同日本一樣完全都無相關。工業協會50位嘅會員，攏涉用到台中市嘅3項地區，除了狀元傳入來嘅係東西人之外。兩個氣候也係種工業土建鮮好嘅素材。呢個栽培實在講落來係中部嘅適合，南部來講，因為佢嘅氣候挺熱，呢個開發期會變縮短。
花色当有变化，有时的专做盆景，同时发现体就托中埔客家庄。热心会员想要同工业土建推广变做中埔盆景嘅代表花。比如讲茶花，这说起也简单条，一件开嘛无叫，像嗰啲，不管像细头，细头吼，拿客厅啲开起来嘛真叫，而家你看到类，一类嚟讲最起码乜多28年，一类吧，你几溜都收出真快，然后呢还有小年类看到2万就好快。啲培养啲个教育要相当嘅耐心，你冇个耐心你都冇法度培养，呢就代表客家人嘅精神啊。有條客家文化係實在創造嘅，台中山上嘅太埔客家文化，除現有嘅特色之外，你下又有一種花器場對東西開始嘅工業土建，就像其多種嘅花式向款，太埔客家文化更加多姿多彩。